我又做梦了？我们并非萍水相逢，而是你一直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对，你还会再见到我的。难道我进入循环，回到了缘起之变之前？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，初见即诀别。再见。一定要改变他的命运。这一切皆因你而起。是不言。只有我这样做，你的命运才会被改变。难道你还未看清这宿命吗？一切既已无从更改。众将士听令，准备迎敌！杀入火不法！为什么肩负重任的不是别人，是你？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却不能与他长相厮守。对不起。只是因为他的过去是你的未来。